郭文泰今年的5月开4300万买一间办公室，这条钱为倒位来的？伊的太太陈培琪提出着明细来背回讲，钱拢是正当清白的。不过市议员来呛讲，看这个收据看袂出钱的来源。议员是请陈培琪都要讲好清楚。搁看这个资料，办公室是挂名陈培琪来买的，这嘛引发着讨论，到底办公室是登记者的名咧？民众党的发言人陈志涵讲，陈培琪只是经手，厝主也是郭文泰。理由保证书顶悬目睭就会规排数字，这就是郭文泰伫林医边啊买价达4300万上班的单据。详细甲看正评陈培琪写的资料当中，有一条1440万标注一字歌，剩的2800多万刷干那写汇出的银行，不过钱到底为倒位来，原来是无答案。拿出一个汇款的金流流向，其实有这么的困难吗？然后每次都是大家发现一点，他们就挤一点牙膏出来。关键问题无答案，新的问题阁说出来。正前郭文泰才解释讲，上班是登记伫伊的名下，所互人压了买方是陈培琪，到底是谁决定要买，最后阁登记伫谁人的名下？经手人，然后就写了陈佩琪。可是这个土地的登记就是在柯文哲啊。那这个之前林延凤议员不是就公布过这个土地的成本了吗？上班确定是伫咧郭主席的名下，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杜冠廷为陈培琪公布的资料中发现，4月30拢总有3条选举的补助款分别汇入3个口座，除了合库台大分行的口座以外，富邦东门分行甲第一银行的所谓口座拢毋捌出现伫过去的财产申报当中，敢是为着收款特别来开口座，嘛是问题。他本来已经有一堆账号在使用了，为什么不是用本来的账号？一种可能是过去呢是不实的申报，另外一种可能是选举完之后，他们陈佩琪跟柯文哲急急忙忙去开了2个新账户。4300万的上班，陈培琪有交代是安怎买的，不过买的钱安怎来，原来是大问题。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